歡迎嚟到西貢置業 Daniel 阿龍呢個頻道啊，就係我西貢阿龍啊。今日介紹一個商場嘅鋪位，對面就係巴士總站啦、小巴總站啦、的士總站啦、屯門總站我揸到啦。咁啊總會嚟啦呢度，咁有個鋪位商場300尺度啦，咁啊租金就9,900嘅。有興趣創業嘅人士做寫字樓啊、美容啊、工程啊，呢啲都啱啊。地產啊，係啊，就9,900。差餉地租業主就唔包嘅，即係自己俾。咁睇啱咗再同業主傾啦，係啦。咁啊，求其裝下修都用得㗎啦。不過廁所就要搞搞佢。好，有興趣嘅朋友請 WhatsApp 小弟啦，直接 WhatsApp 本人啦。YouTube 頻道裏邊有資料嘅，可以有我電話可以WhatsApp 我嘅，有網站啦，亦都好多短片啦。好多謝你哋收看，直接約我啦，thank you。